步驟1：收集唾液樣本。收集樣本須為餐後1小時或跟醫生指示進行。如果喉嚨有痰，請提前清除，並收集咳出嚟嘅唾液，記錄低採樣時間同埋任何症狀。之後扭開漏斗，準備下一步。步驟2：吸取唾液樣本，同緩衝液混合，擠壓雙球吸液器頂部，將末端浸入收集器裡面，鬆開球囊，吸取唾液樣本。步驟3：將雙球吸液器裏面嘅唾液全部加入緩衝液，拆開包裝，將試劑條放喺平面。步驟4：將蓋扭緊，上下徹底搖勻10到20次。為咗確保測試準確，需要徹底充分搖勻。步驟5：將蓋扭開，滴3至4滴嘅溶液到試劑條嘅採樣口。等待15分鐘測試結果。檢測區 C 區出現一條線，表示結果為陰性；試劑條顯示2條線，表示結果為陽性。如果檢測區 C 區內冇出現線條，測試無效，需重新再做測試。最後記得用手機影相記錄測試結果。